接下來，你來上呢篇文章嘅文意邏輯。文章一開始就講到貓了，做乜嘅呢度出面為來去貓了呢？因為呢度做材體簽材料較方便，又唔使錢。不過大久咧，就會發現呢件貓了做嘅貨，當唔係下睇到嘅服務。呢度就想到底有乜嘅較好嘅方式？當場就想到平常設計大嘅附近就有做個，呢個做個老貓草來相比，做個當場有較硬撐。呢度就想用呢個做個來做標槍，後來就想到用做個來做中咩，再變呢個中咩。不過呢個中咩就會有紅，呢度就想你愛樣板來解決喏，就想到平常時生活中做得簽到嘅鹽泥，鹽泥就係你講嘅陶土，它本身是有一定的粘性，所以呢個鹽泥就做得睇來到中咩嘅棚高本幾咩，壁牆較照顧。不過後來就用瓦開始基礎出來咧，呢度地面就像呢個瓦當牆做得當較大嘅服務，不過用瓦做屋頂較錯，呢度就像呢個中咩做嘅壁，當牆冇辦法撐起呢個瓦做嘅屋頂，就想到愛來打泥磚，再將一隻嘅泥磚來結一扇泥磚壁，結果發現呢個泥磚壁有點係乜嘅就係睇得係安全嘅屋頂，要做得做好環保。